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所以若有钱财，心想迄项物就够。敢若有一项钱，就甲有万项的物件是相像。了解。有钱使鬼会无？即句话若是用作，若是作讲，用作讲，不论什么天黑地暗的代志，就是犯着什么较大的动罪，用钱就会通消去。好，后壁拢了解，毋过就是即句话开头，即句话若是用作讲，迄个作是啥物意思？用作讲。我嘛毋知影意思，但是嘿，我后壁诶意我思我会摇就是敢若使理解。嘿，用作讲。对啊，即句话若是用作讲，查看卖好啦。用啥物来？嘿，做本来就是做啥物代志迄对啊，款诶，嘿啊。我应该是就是什么查无？遐代志等你敢是收做即个音？哦，嘿，无做即个字。真正无。所以我摇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，甲迄个讲动词当做名词来用安尼。用好。所以即句话若是用做讲，不论什么天黑地暗的代志。但是安尼足奇怪啊！嘿啊，即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真正看无。嘿啊，用作讲。有时还是看无。嘿。好，先画起来好啊。用作讲。因为话嘛是敢若会当用讲的，你若话即个动词，话会当摕来用的即个动词嘛，敢若即个讲的。对吼，若是安尼讲，所以讲咁就是安尼讲的意思。差不多是我咧摇是即个意思。好。其实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着呢。阮无听过即个句型。好，我记一个哦。我咧摇是安尼，就是你拄则是讲啥物意思？就是若是安尼讲的意思，若是安尼。我咧摇是安尼。嘿，我咧摇是讲，即句话若是讲会通。这样安尼嘛是有理吼，若是讲的。就是讲即句话若成立安尼啦吼，后壁就推论去。论是安尼。去后壁去推论吼，推论讲看即句话后壁的结果是安怎？你继续读。好，即句话后壁好。人虽然是真调，真吵。歹势好。若是真吵，真赢。真正无定价，安尼了解？真吵，真正无定价。迄个吵，吵嘛，敢若会想会着stinky 尔。嘿啊，我嘛是想着即个啊。看到无歹意。可能查看觅啊。好，嘿啊，无好歹面的意思。毋过伊的好，咁就是好。我相信就是顶去迄个意思，歹去，物件歹去，名声歹去，名声歹去。好，嘿，安尼嘛讲会通，真吵。好，继续。
人若是真臭，真正无人格，总是简单若有钱就即时会通变做芳。了解啊，臭变做芳，变做大有名望。这款是毋对，是非常的错误。错误。了解。OK，所以我拄则用的迄句用做讲，可能就是真正就是这个意思哈。你若讲即句话安尼讲会通，后壁这是就拢变成安尼事实啦，会当成立的哈，会当成立。但是呢，伊讲安尼颠倒是错误哈。即句我即段我来读下哈。所以若有钱财，心想迄项物就够。简单有一项钱，简单有一项钱，就甲有万项的物件是相像。有钱使鬼会无？即句话若是用做讲，不论什么天乌地暗的代志，就是犯着什么较大的重罪，用钱就会通取消去，就取消去。人虽然是真臭，真正无人格，总是简单若有钱，就即时会通变做芳，变做大有名望。即款是毋对，是非常的错误。好，后一段。毋过，若是讲钱是人的才能的标记，搁再毋是百项物件的总代表。所以有钱是不知利便，不知会通帮赞人做事，会通成帮赞人做事。帮赞迄是第7条吼，对，第7条。帮赞人做事，会通成就人的好志气，这确实实在。对这个意思讲，对这个意思，应该分了。对这个意思讲，钱财就爱大来补偿。孔子有讲，钱财若是有路通去求，随时甲人贪买的代志，我也是欢喜做。伊讲即句话是十分表明钱财着10分表明钱财着保重。迄个保重是重要的意思。好，钱财着保重。总是伊也有讲做迄号不义的代志来得到好业。即款好业，我甲看作亲像伫天顶在飞的在飞的云雾。了解。看钱亲像生命，为着钱较什么恶错硬心的代志，都较去做的人，听到即句话，就爱定神想一个看。我看觅，什么恶错硬心？恶错硬心，这个我来查看觅。恶错硬心的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敢捌来读看觅？
安尼吼，恶错吼，就是嘿，恶错。敢若即个词平数上较罕会听着吼。华语咱较早读书的时阵，在当时学着，我咧摇，这是可能读初中的时阵学着，读高中的时阵学着。华语是哦，吼吼，吼吼，嘿，恶错，对对对，但是从来毋知影恶错，讲台语原来会使安尼讲，恶错。即个词恶错。另外，热拄则心，迄个热定心就是神叫想一个看，定神嘿吼，型嘿定型，因为你甲读做 SENG，神是 SIN，你读做 SENG 去啊，呵呵，型定神一个看吼。定型一个看，恁读 SENG，你著读做定神，安尼著毋对嘿，吼，定神嘿。好，好，来，即段我读一遍吼。嗯毋过，若是讲钱是人的才能的标记，搁再毋是百项物件的总代表，所以有钱是不吉利变。嗯，奇怪，我感觉即句话理路毋对去。毋过，若是讲钱是人的才能的标记，搁再毋是头前是后壁毋是，什么意思？毋是百项物件的总代表。我看无迄件的，有啥物头前讲是后壁讲毋是，所以有钱是不吉利变，不钱会通帮助人做事，会通成就人的好志气，这确实实在。对即个意思讲，钱财就爱大大来保守。孔子有讲，钱财若是有路通去求，随时甲人牵马的代志，我也是欢喜做。伊讲即句话是十分表明钱财着保重。总是伊也有讲，做即号不义，做迄号不义的代志，来得到好业。即款好业，我甲看做亲像伫天顶伫飞的云雾。看钱亲像性命，为着钱，较什么龌龊、硬心的代志，就敢去做的人，听到即句话，就爱定神想一个看。好，好，来继续吼，啊，这段好，第二部分啊，第二集，好，第二好业兼正实，搁遐好，正实搁遐好，好，安怎才是好业？兄弟安尼读啦吼，好业兼正实，搁较好，搁遐好。哦，爱正实爱变调，好，变调，好，了解好业兼正实搁较好，安怎才是好业？这却袂用得轻轻讲，总是普通是指有钱有米的，有钱有米的咧讲。好业，好业，大概是人人所喜爱，善良是人所喜求。我来查看卖是啥物意思？喜求，喜求，喜求。哇，完全毋知影有即个词，好喜求。祈求就是互相体验啦，互相克嘛，你克。是求。好，继续吼，所祈求，人若是做到破
病无钱通食药，大寒的时，敢若着看某囝伫咧船。来看迄个船是啥物意思？伫咧船，船是啥物意思？好，船，哦，字船，嗯，好，看某囝伫咧船，有好事拢着放咧等候别人做。到伫即款的善乡，实在也是足野通伤心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安怎才是第二节第二节，好业兼真是过遐好。安怎才是好业？这却袂用得轻轻讲，总是普通是指有钱有物伫咧讲。好业大概是人人所喜爱，善香是人所祈求。人若是做到破病无钱通食药，大寒的时，敢若着看某囝伫咧船，有好事拢着放伫等候别人做。到伫即款的善乡，实在也是足也通伤心。好，继续吼。虽然是安尼讲，好业也断然毋是有福气，毋是不时通恭喜。照目睭所看，好业人讨大开是善乡人比善乡人较济，为着善乡，为着善乡加来生起风波无平静，这也是定定有看见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虽然是安尼讲，好业也断然毋是有福气，毋是不时通恭喜。照目睭所看，好业人讨大开比善乡人较济，为着善乡加来生起风波无平静，这也是定定有看见。定定有看见。所以讲即个看见，定定咱书上会读轻声吼，对啊，若叫伊飘是有看见。看见就较敢若遐感觉较会听。好，好，继续。在英国有一句俗语讲：善乡若对大门入来，爱情就对窗仔对窗仔走出去。毋过若认真看，即号事是属伫迄种无教育、无修养的学校，才有安尼。咱的俗语也毋是讲家境家境家境才会出家境才会出有孝。
有效会行离，有效甲有效敢是同款的意思？有嘿，效同款意思。好好，在但是家庭毋知什么意思？家庭敢就是家庭的意思。家较近，就是厝内较无钱较的意思。散啦吼，家庭我今仔听第一道伊真听文的，两个拢文音安尼家境。好，就是厝内散车啦，我详细写。来散车，是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好，在西洋也有一句古早话讲：厝愈小，心愈大，愈平安。愈平安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伊讲的迄俗语拢足好笑，足笑客的吼。系啊，在英国有一句俗语讲：善香若对大门入来，爱情就对窗仔走出去。毋过，若认真看，即号事是属伫迄前无教育、无修养的骹小才有安尼。等的俗语，减毋是讲家境才有出有效的囝儿。在西洋也有一句古早话讲。厝如小，心如大，如平安。好，继续吼。嘿，一段。人的真情较济是并对伫贫苦的中间来发现。歹品行甲人歹品行甲人倒好相怨恨。好，倒好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倒好咱来查者。相怨恨。好，了怨恨了解，倒好毋知。迄是倒扣啊，倒扣，倒扣嘛，对，倒扣。音嘿，两个拢长的音，倒扣。倒毋是呢？头前迄个是第三条，倒扣。哦，倒扣。对啊，毋过要是找无，咱来看有一个觅。书啊。倒，对啊，倒扣。倒扣。哦，伫第二点有是收倒扣迄个音，倒扣后壁迄个是 au 倒扣。倒扣是其他腔口，白话音伊讲白话音是倒扣。倒扣，哦 ，OK，系啊。好，了解。原来是毋过这个意思。倒扣即个词我嘛以前嘛毋捌听过。倒扣倒搭喙倒扣，鼓就听啦。搭喙鼓嘿啊。搭喙鼓较白话啦，这倒扣这一看，这是文言的写法。是。来看觅。甲人倒扣相怨恨，对好野人的所在发出的是较济。好。好野人的家庭，你甲伊差你甲伊差真快。你甲伊差真快了解。你甲伊差真快，大概拢是
厝内变做战场，兄弟变成受着。了解。自古急急，自古急今照历史，急今照历史来看，迄个急今是啥自古到今啦，我咧相信是安尼。意思？急今，今就是今仔日当的意思。好，对，自古急但是你今照念就历史来是看，嘿，你有知无？入金倒一个。哦，无呢，我想讲着了解意思啊，急今。嗯，敢咱无收，我看觅，会使去敢我无？咧想嘛，应该是无收，因为嘿啊，这毋是敢咱一个词啊，这是若是高自一字，古，嘿，对啊，啊，急就是伊急迄个急，嘿，嘿，金高一字就有啊，就是现金的意思。好，好，自你是无声，古及今照历史啊，照历史来看，嘿，你敢有听着安尼？安尼安尼安尼，敢有听着？听着，嘿，好好好好，照历史来看，前经成人是较少，害人是较济。人做有福气是的较有无限的望，甲大大的安心。人若错错错梦，错梦是啥物意思？错梦，错绝望，错啊，错梦哦，错梦就了解，歹势，拄则谈着去。人若错梦，搁在心，搁在心内时时有惊吓，这是做人上大的不幸。哦，好，拄好一段结束，你敢要来谈一遍？人的真人的真情，较济是对伫贫苦的中间来发现，嗯歹品性甲人斗苦相怨恨，对好嘅人嘅所在发出嘅是较济，好嘅人嘅家庭你该查真看，大概拢是厝内变做战场，兄弟变成受敌。自古至今，照历史来看，钱银成人是较少，害人是较济。人最有福气的，人最有福气的时，的确有无限的望，甲大大的安心。人若绝望，搁在心内时时有惊吓，这是做人上大的不幸。嗯，好，继续好，后一哎，段。好，善乡人不论见着什么都都记卡记记卡是啥物意思？记卡不论皮卡就什么是新鲜奇巧。哦，有感觉新奇的意思，敢哎，对是？对对对，哦，好，这个我来记一个记卡。哦，呵呵，还是我记一个哦。嗯，好，就记卡，伊所要袂到的所在是真济，所以伊的伊的心轻，伊的心真活动。嗯，伊真少哦，真少看路。
这个真少，爱读本调也是爱变调，真爱少变调，看字，爱变调，真少看字。嘿，好，对，安尼较顺，真少看字，也有真济通望，讲若亲像无碗的马，无碗的马，哦，原来迄个词叫做无碗的马，记着大条路，骹地翕拍叫，毋是皮劈叫，骹地皮劈叫，牙悬强强要走去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来，善良人不论见到什么就记卡，伊所还未到的所在是真济，所以伊的心真活动，伊真少看路，也有真济通望，搁若亲像马啊，搁若亲像无碗的马，见着大条路，骹地噼啪叫，头夹悬，强强要走去。强强要走去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好，段。好家人，好家人就较袂通安尼，因为伊的钱财足，食清，足钱财足，不时有过头，食清不时有过头，通讲伊是食赢，食赢，食赢，吃赢，困也是赢。好，这三个赢是啥物事？食赢，清赢，困也是赢。来咋？我相信就是讨厌迄个啊，但是我无确定，应该是讨厌呀。对对对，讨厌甲迄个足忝的迄个意思，身躯野野甲要死哦。好，鱼看了真野，看了真嘿咸，肉我嘿着食嘿，甲真野，食甲食甲食甲真野，吼，嘿，食甲真野，嘿，还迄款的，好。嗯，后壁好，所以伊是真正少通望，颠倒是为着食济吉祥哈，为着食济吉祥，食济吉祥，经济快赶着吉祥，食济吉祥，经济快赶着。哦，是啥物意思哈？这句话吉祥，我再看卖吉祥是捌听啊，人讲，食伤济就吉祥，吉祥就是吉，食伤济加食到破病的意思，敢是安尼？食伤济食到我嘛食是听讲，伤济治到破病。好啊，伤是伤害清的伤，然后吉祥伤害对嘿，吉祥是吧？嘿，台语啊清台语都有嘿收吼。有收吉祥这个词，好啊清前者快赶着，济快赶着。快赶着，嘿，为什么清济颠倒会快赶着咧？为什么会安尼？食济吉祥，前者快赶着。诶，
头前应该是讲迄句会使理解，后壁是为虾米安后壁意思就尼？是安尼啦，因为你平常时拢穿足高嘛，你若无拄好，哦，你就去对对对对寒对对，着安尼。嘿，颠倒身体较歹的嘿啦意思，嘿，会畏寒，平时常穿较济，就身你若小体就畏无拄好，就去寒呢。寒着。嘿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安尼有理吼。即句话有真有意思，来，即敢有？你所以讲，你之前敢有听过即个讲法？毋捌咧，要是这是伊传媒会家己发明的，可能有可吧。能是家己发明的吼。嘿，好，好后壁，即敢有有后壁，医生的好主角，好主角了解了解。即个理论伊之前敢若嘛是有讲过，医生的好主角较济就是好野人。英国有一个大出名人叫做纳斯金 （Ruskin），伊讲大草厝看到大厝的惊吓的人，大草厝，大大草厝，对对对，大草厝看到大厝会惊吓的人，比迄号遐大厝，逐项看了拢是无稀罕、无心色的人，毋知加值偌济的福气。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值偌济福气啦，应该是加值偌嘿济？好，加值。好来，这段我来读吼。好，好野人就较袂通安尼，因为伊的钱财足，伊的食穿不时有过头。通讲伊是食野、穿野、困也是野，嗯，所以伊是真正少少通忙。颠倒是为着吃，颠倒是为着食济积伤，穿济快寒着。医生的好主角较济就是好野人。英国有一个大出名的人叫做拉斯金，伊讲大草厝看到大厝会惊吓的人，比迄号徛大厝逐项看了拢是无稀罕、无心色的人，毋知加值偌济的福气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好野人的钱财毋是藏伫大柜内，较济是藏伫心肝头。心肝头，伊的腹内拢是钱银拍钱银塌塌塌塌的，塌塌的，伊所喘的，伊所喘的气，拢有拢有臭之痕，之痕，痕敢是臭味的意思，臭之痕，好，拢有臭之痕，伊互钱银咧到咧到地咧到大地高地啦吼，地就是野啦。对，了解，伊互钱银地到大开分袂离，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野人的钱财毋是藏伫大柜内，较济是藏伫心肝头。伊的腹内拢是钱银塌塌的，伊所喘的气拢有臭钱痕。伊互钱银得到大开分袂离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善良人若毋是迄号真无志气、无路用的
无路用的。无路用的变听人会采用，总是好野人通讲为着资金的走踪，走踪，资金着不时有流通，才有价值。有世间较济的福野人，见一箍，见一箍就想就想收一箍，了解？见一甲就想爱摕一甲，伊拢是想入，无想出。伊有钱毋是想要用，是想久久的通内点伊的手中心。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善良人若毋是迄号真无志气、无路用的，的确毋肯随便听人的采用。总是好野人通讲每日都是为着钱银在走动，钱银着不时有流通，才有价值。毋过世间较济诶好野人，见一箍就想收一箍，见一角就想爱摕一角。伊拢是想入无想出，伊有钱毋是想要用，是想久久会通内点伊的手中心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所以好野人第一了解，好野人第一艰苦的代志，就是伊的手内所拿的钱，互伊走无去，互伊走无去，也是那是走无去。所拿的钱啦吼，互伊走无去。哦，所以爱变调吼，所拿的钱。是。好，走无去，也是一般咱后壁。动词拢会变调啦，因为你后壁有受词爱连起来，拢会变调。哦，好，对，所以好，拄则本来要甲你讲，我即好，嘛甲你袂讲好记诶。无？拄则迄后壁有迄个走无去，嘛是爱变调，是走无走去，无去。拢变调。好，头手内前一段，见一箍，内点，见一吼箍就想要收一箍，嘿，迄个收就嘿，爱变调。就爱收一箍。哦，了解，收嘿，一箍，嘿，嘿，是，后壁是见一角就想爱摕一角，爱嘛是爱变调。爱摕一角，嘿，是，应该是迄好，个动词是摕啦吼，摕一角。摕一角，嘿，是，好，就是伊的手内所拿的钱，互伊走无去，是虾米？一站，嘿，一站哦，走无去，这站代志。好，好野人为着要顾互伊的钱财卖无去，伊是时时刻是伊是时时刻刻，时时刻刻对，时时刻刻用心用心拼性命。了解。伊怎样有用通阁想别项，阁什么灵异顾什听么仁义？哦，顾
什么个什么令伊疼痛的代志呢？所以基督有讲，好嘅人要入天国，无各样无各样骆驼，原来是安尼讲，骆驼要软姜片，是姜片啊，原来是即个词，软姜片，爱记起来，姜片即个词。好，毋是各姜样吼，各样各样嘿好，无各样嘿骆驼要软姜片。是嘿好，我记一个即个好姜片即个词，好姜。总讲片即个字的意思就是哦，原来就是片，原来姜的即个就是哦，敢皮啊，若片片啊，嘿原来是安尼讲，头一摆华之语是叫做前拢毋捌针孔啊，嘿，嘿哦，嘿啊，是，针孔或针眼安尼，嘿嘿，好，姜片，叫姜片是真趣味，安尼我就好读一遍吼。好，这段你敢来读一遍，好，所以好嘢人第一艰苦的代志，就是伊的手内所拿的钱，互伊走无去。嗯即阵嗯好嘢人为着要顾好伊的钱财，袂无去，伊是时时刻刻得用心用神拼性命。伊怎样有闲通过想别项？顾什么仁义疼痛的代志呢？所以基督有讲，好嘢人要入天国，无各样骆驼要软姜片。嗯，要软姜片。好，咱来好8点吗？嘿好，来读另外一本吼。好，我先加 pause 一下，好，share 好。嗯，等下我这安尼变形是嘿，另外一段的款，我甲